星夢小公主姚焯菲 Chantelle 入主無線處境劇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嘅戲份，近日終於都登場啦！響劇入邊飾演金城安表妹彤彤嘅佢，不但止角色討好 ，Chantelle 嘅演繹有夠自然，所以深獲大批小飛象，即係佢啲粉絲呢力撐啊！指佢有拍劇嘅潛質，更加留言話呢一集好精彩，節奏明快又好笑 ，Chantelle 古靈精怪嘅表情好可愛，而且睇完之後要再去買 TV Super 再重溫咗10幾次，觀眾一致讚好，所以 Chantelle 姚焯菲空降紅家第一天嘅宣傳片，向無線官網就創下咗一日超過30萬觀看次數，更加響2個無線社交網平台響2日之內收穫合共100萬嘅標數，受歡迎程度相比佢4年之前參加唱歌節目《星夢傳奇》嘅時候，現場戀愛預告嘅熱爆片收看次數更加高啊！難怪佢一現身紅家，無線官網就為佢連出4個 post 大肆宣傳，可見佢嘅觀眾緣亦都與日俱增，亦都萬千寵愛在一身。而且 Chantelle 唔單止受到無線同埋小飛象嘅愛錫，喺劇入邊飾演佢室友嘅古佩玲 Kelly， 亦都待佢好似胞妹一樣。喺鏡頭前後，佢哋都出雙入對。繼日前2個女仔頭貼頭咁玩自拍之後，今次佢又再次將孖住 Chantelle 嘅賣萌相放上網上面分享，並且留言話：我嘅室友太可愛啦，佢好中意，但係論到可愛，Kelly 你都唔輸俾佢嘅。